歌戏老牌老二号洪小生小明明小姐。最后，这个相信也未介绍，大家拢总对伊真正熟悉。伊就是台湾电视公司歌戏团的团长，也就是担任到今仔日的主审杨丽花小姐。首先呢，由台湾电视公司歌戏团的团员为大家来示范一段张生戏红娘。紧来介绍第一组要比赛这两位朋友，这是来自台北市的李翠萍小姐，佮着曲碧珠小姐。伊要参加比赛，同款就是这段示范的张生喜红娘。继续第二队参加比赛，是原来咱台北市的一对姊妹花，是由洪淑清以及洪雅清两姊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着歌戏这么热心甲支持。尤其咧，拄则看到这两队伫比赛歌戏呢，我做一个歌戏的推动者，非常的感激甲安慰。头一队呢，我认为是头一摆上电视，可能是较紧张，较无自然。若是第二队咧，我认为是胜利者。谢谢。多谢。